这离开凤阳山，敢是无偌远的梧桐叶呢？是。梧桐山有一个名胜地，我顺便要带丁姑娘来去遐游玩，明日转道前往局地。真水的风景，店家我都属你袂记个下工了。我问，如果今仔日若是你甲下工良来这个曲地，面对这个真水的美景，佳人杂笑，伊会如何对待伊呢？我猜。 伊会将这个美景，会甲你比论在你的面上，也会临时赞美着。我猜测，对，美景的助人下，伊会练一套真好的功夫来互你欣赏，哎对。四公主。 你拢猜唔对，以公良的个性，伊会无插我，家己跳落去水底去遐受水。受水了后，伊会爬起来，你会真温柔，添一杯仔烧酒要互伊啉。伊接到你遐尼只温柔的烧酒，一定会真无限的深情来甲你说多谢对。 朱公主，你真了解我的个性，可是公良的性情，你是永远无法度通去了解。公良的个性，我捧迄杯烧酒予伊的时阵，伊会伸手，毋是要甲我接烧酒，伊会转甲我拖落去水底。伊知影我袂晓受水，伊会故意踮咧边仔。 拍破我，踮咧遐哈哈大笑，要我食水食规嘴。等我无法度的时阵，伊才会去救我。那安尼下工良，毋着还阁真囡仔性咯？只是伫我的面前，才会囡仔性。伊安尼伫咧玩弄你，你敢袂受气？迄毋是作弄。 迄是叫做爱。哈
虽然跟我同款，竟然个性两个人完全相反。哼，难怪，互你丁水友，我都将我当作伊下工了。朱公主，伫迄个桥内，听你讲要去凤阳山，是毋是要带我去凤阳山？无毋对，遐是有山查，要哪会用得去？水友，你尽管放心。这主就通哦。翠友，哈哈哈哈！美丽对我大方向，就你对我念经的。你这种人不懂的个性。叫你无人王子，害小了，我最有份你入监中啊！为何你唔惊迄个危机中，你不顾自身的你想要将我杀死？可是，我是一个袂晓武功的人，也毋过，你的秘密我拢总知影。我会听下有机会，会踢破你这个假王子的身份。哈哈哈！丁翠，你永远无机会。行。上路！武林大名主命思秋，武当派蒋龙年现真主，点窗派蒋文林李吉，叩拜命主先生。道长，李大爷，发明大师在原籍之前，虽将碧玉令托在下大将，但是这件事关系到一位少年前途，为了公正慎重，盼望道长李大爷鼎力相助。明兄弟，这点你放心。为何武林正义的代志，应该由咱三个人来负担起来？明兄弟，若要讲照你这两个目睭，敢讲还阁会去看错人？既然你该认为下江陵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奇才，甚至你要将碧玉令搁再来交代予伊。伊敢讲是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小弟一再伫咧考虑，到甲两个证人出现的时阵，小弟无话通好讲。哦，伊若安尼，证人是甚物人啊？一个是出身武林世家马天王，一位是丁翠友身边的查某囝，
这两个人是绝对无讲白贼话理。明兄弟，请你随时发出请帖，去请各派检务员甲到湖北两道的人物，定于5月15日午时，一定要到挂冲山灵仙阁，由咱三个人公开回信出事，而且下江阳甲你的证人一定要准时到位。好，小弟即刻就发出请帖。我来啦！啊！我来，我讲这要互你啦。这是啥货啦？哪有这？无你来看卖者啊。哦，这是啥呢？啊！叫我去请阿姐夫人呐！哎，无啊，是啥物人甲伊讲啥物？顶工迄个水姑娘还阁住伫个内岸客栈啊？哎呦，我头，但你也莫管是啥物人讲啊，只要吼，迄个水姑娘来要伫迄个金客栈你用上哦，你有办法掠转来这凤阳山，大王要封你做二世祖，这毋是真好代志。哦，真好咯，真好，你都毋知咧。顶工内底迄个号做苦心的迄啊，哇，迄功夫偌好咧，若毋是去拄到迄个苦心的吼，早迄个水姑娘就去外甲杀转来。啊，当然，要去毋去，迄是你的代志呢。是讲有通啊做二地主咧吼，那无嘛好咧。是，我甲你讲哦，沿岸恁家拢对我来去啊！好，应该对起，应该对起。可心的啊！无啊，可心的啊！你啥人哪会拢无爱插我啦？我咧叫你，你是无听的哦。可心的，人迄个金姑娘吼，伊家己一个关在房间的，唔管啥物人，伊拢无爱甲人见面。讲啥物要用因啥物？对啦，讲用因祖公的即个内功吼，要来疗伤，是啥物学做内功哈？你都知影伊唔见人，伊是安怎要见我？我要哪会知影伊是内功还是外功？哼！少年，你毋免担心我，早就意中了啦。也毋过，可惜的，伊生做伊表人才，因循不还。假使你若是无好好对待伊，伊早晚是会变心的啊。哎呦，小兄啊，惨啊！可惜的，不，姑娘啊，你稍等下啦。无人遮无要紧啦，陆姑娘啊，拜托的啦，好心的啦。我吼，伊互你害死啦！你安尼规气甲阮翁讲，你是查某会去扮查甫的好啦。阮翁安尼食醋食甲，讲我去对着你呢。阮翁仔某10几年的感情哦，侥幸哦会为你怎啊迫害啦？好心的，请坐，坐啊。不敢当，我要是徛咧较惯势。可惜的，虽然你是阮下大哥的奴才，也毋过阮下大哥的心肝内，伊根本就甲你当作亲像亲兄弟，所以安尼算起来，咱拢嘛是家己的人。陆公主啊，等你毋免甲我讲甲遐亲啦，伊只要讲哦，以后吼，以后你较莫插阮迄个肉圆啊吼，安尼我都已经甲你感恩不尽啦。无咯，可惜的。像你对你抱恩爱，对伊怀疑不应该，在下谈当有情派，对我怀疑并不该。两人多你有
都早就知影讲你就是查某啊？是啊，为着你互恁翁仔某恢复感情，我毋只会坦白甲你讲，是讲这项代志，你千万都爱替我保守秘密才会用的哦。放心，放心，你做你放心，我知影你的冤仇人足多吼，我绝对袂甲你泄露啦。伊是讲，阮老大是我的主人咧，我嘛袂用个甲伊讲白贼，看到？要是什么人叫你讲白贼，你只要当伊的面，莫提起这件代志，安尼毋就好啊？啊对啦，陆姑娘啊，毋对，陆公主啊，迄阮老大是咧保护你的人咧，啊若阵啊，互伊知影，这敢有啥物关系？袂用的，若是互下大哥知影，我都袂当亲像即马无拘无束，甲伊永远斗阵。安尼我知影啦，你是咧爱阮老大的，对？可惜的。莫讲。哎，陆公主啊！哎，陆公主啊！陆公主，阿宝，哎呦，小等你就知。陆公主啊，你有看到夏老大啊无哈？吼，咱咧情义的吼，你足侪人影的呢，计算大家拢炸鸡丝哦。我知，一定是要过来找陆公主的麻烦，要来去甲破坏呢。你在遮保护陆公主啊哈？你著较小心的呢。会啦。老大啦，迄个水姑娘是住倒一间？点啦，你若叫苦心的知影吼，咱规定的拢无性命，你知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对迄边来去，啊，你规定哦，你遮较细时的，拄到苦心的哦，都爱选哈。选，拄着苦心选，我攞这物件，我先来去，你这边打你。你敢毋是迄个苦心的咯？你哪知影我的名？苦心的选啊！敢若听到我的名，就走敢若飞。我当时这么唱，我哪会唱唔知哈？小贼啊，你要走去倒？倒咩？对你啊！阿娘，我苦心的啦！哎呦，苦心的！你这无差啦！哼，大哥，是毋是要过来断你张被？这个无差，毋是要来夺杯，伊是为了金姑娘而来的。哎，金姑娘，啊，你的上运拢好来啊？我今仔就要走，麻烦你去请顾公主过来。哦，好心哦，哎，都带你咧隔壁安尼甲休一个，就听电话咧。伊是我的温情人，要来对人失礼。你可以请，讲我咧叫伊。我来叫。金姑娘，我听小二讲你的伤已经好啊。是啊。你今仔日就要走啊？遐？你用得走啊？我会用得走啊？我煞袂记咧甲你讲，阮翁仔某已经好啊呢。好就好啊。金
是要讲啥物啦？他叫你讲都无要紧呢。好啦，无麻烦你去甲迄个考生仔讲一下，叫伊毋通怪我不顾二别。好，我去甲迄个考生仔讲一下。你考生，摕去。好。金瓜鸟，你到底什么人？下岗龙，原来是你！马声大打下岗龙，伊人姑娘你存心不良，本是善意请原谅，为了劝你不可妄想。虽什么善意甲妄想，为何你不承认？你就是下岗龙。你离开风有气象啊，如何对你说断肠？你厝袂变，你为何不承认？你三言两语就脱心啊！我讲了声又干接近哦，死金吃起啦！姑娘，说原因咯。为什么原因通我讲？你骗我，讲你是考生的，这是事实。你刺伤马公主，这嘛是事实啦。今仔日，我绝对袂了你。嘿！好，你，啊你真是要来就来吧！